还在一个个的筛选 Excel， 然后复制粘贴到手软。如果我告诉你上百个 Excel 表格，从提取数据到酷算的分析图表，只需要你喝一杯咖啡的时间，你信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ex， 之前出过一期 Excel 表数据提取的视频，那个视频的内容主要是怎么通过 AI 提示词让大模型生成 Python 代码，实现 Excel 表的批量数据提取。今天就来试做更深一层的 Excel 数据处理，特别适合需要用 Excel 表进行数据分析的同学们，当然也是通过 AI 和 Python 来实现。记得订阅我，带你玩转 AI 和 Python 的办公自动化。可以看我这里有20个购物数据的 Excel 表，然后每个表格呢，它都有好几万的数据。现在我想要把这些表格的这个价格也是 price 这个大于1500的所有数据提取出来到一个新的表格当中，然后再根据这个性别生成一个柱状图，看男女比例，再根据这个年龄生成一个年龄的饼状图，看一下各年龄段的比例，最后再来生成一个由年龄和这个支付方式结合的柱状图。如果用手工来操作的话，那可能就是要把这些表格一个个的打开，然后进行价格的筛选，然后再把筛选出来价格复制到一个新的表。表格不多的话，这样操作也还好，但如果有几百份、上千份表格需要这样处理，那估计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定的了。但如果我们用 AI 来搞定的话，估计就是10几分钟的事。当然，在开始之前还有一个准备工作，就是确保你的电脑装了 Python 的环境和代码编辑器。如果你对安装 Python 环境不熟悉的话，就点个订阅，过几天我就会出一期非常详细的 Python 安装视频，手把手的教你安装这个 Python 环境。我们还是来先编写一下提示词吧。这次提示词相对来说可能会复杂一些，因为要做的事情也比较多，比较复杂。来，一起写一下吧。你好，请帮我用 Python 写一个方法，我使用的是 Windows 系统，方法要求如下：地点，读取，复制一下这个路径，路径中的所有 Excel 表格。第二点，把表格中 price 大于1500的数据提取到一个新的 Excel 表中，表名为 all 上划线 shopping 上划线 data 点 xls 保存到原路径中。第三点，再复制一下这个名字中，根据所有的各等数据插入一个柱状图，横坐标为